今仔开学路有调查是指出讲，台北市153间国小，只有4间学校附近有设家长接送的临时停车格哦。台北市的交通局嘛表示讲，有针对台北市的国小来评估讲附近的交通号志敢要调整，嘛来评估讲敢有空间哦，会当来设临时的停车格。 一台2台汽车伫备车馆整齐停靠，今仔是国小的开学日，真侪家长透早都爱接送囡仔上课，也毋过学校4科位的停车限制真侪，定起逢逼迫违规停车，也是这会当量早来卡位接送。因为大家都接小孩啊，都要并排一下啊，所以我们就尽量啊，就也早点到啊，就是可以。 停靠边那点，这个大概就台北市的现况。当然，如果说有让我们临时可以停靠，那一定会比现在停在马路边的来得好嘛。民代指出，北市153间国小，只有4间学校4科位有家长接送临停车格，包括中正区英桥国小、中山区平安国小、北投区魁山国小、大安区新海飞盈利幼稚园。 多数学童伫危险的环境来上学课，一个无细致就可能发生意外。高工处表示，已经将对北市国小全面检视标志，敢是需要更新，搁评估敢是有充足的空间，设置停车格也是备车馆。清查之后，是有5所学校它是有设置避车弯的一个条件，那13所学校是有设置停车格位的一个条件。透过会勘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邀集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个确认。 高工处进一步说明，目前有55间国小的家长接送区标志内容需要修正，预计6月底进前改善完成。对家长接送停车需求，会先以黄线加上标志作为原则处理。若有空间需求，也会精细评估家长接送临停车格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